自由亚洲电台最近收到一份匿名报告说，在成全国消除维吾尔文化的同时，象征维吾尔医学的雕像也被摧毁。据该台进一步调查证实，这3个被失踪的雕像分别属于维吾尔医学家加兹白、维吾尔突厥学家马赫穆迪卡什嘎尔和维吾尔诗人侯赛因汗塔加里。其中，公元前4世纪著名的维吾尔医学学者加兹拜的雕像位于首府乌鲁木齐维吾尔医学学院的雕像。11世纪著名维吾尔族学语言学家马赫穆迪卡什嘎尔的雕像位于喀什市内附近墓园内。20世纪初，维吾尔诗人和医学家侯赛因汗塔加里的雕像树立在叶城县维吾尔医学学院。土耳其警方已逮捕了2名与尤素夫·阿美提有关的嫌疑人。去年1月，向媒体爆料称遭到中国胁迫而担任间谍的维吾尔族人尤素夫·阿美提，于今年11月2日在伊斯坦布尔欧吉拉尔区遭枪击重伤。根据土耳其媒体11月26日的报道，土耳其警方已逮捕了2名与尤素夫案有关的嫌疑人，其中1名是阿塞拜疆人阿里耶夫，于11日的警察搜查中被捕。另1名乌兹别克嫌疑人则20日向警方自首。警方发布了一段有关嫌疑人阿里耶夫逮捕过程的录像。维吾尔族人尤素夫·阿美提去年2月向半岛电台爆料称遭到中国胁迫而担任间谍。阿美提日前表示，相信是北京当局下令暗杀。美国人权法基金会研究员特里马什博士和芝加哥大学滕彪博士最近在美国政治威胁杂志发表的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充当外国恐怖主义组织》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手段和后果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完全符合美国法律对外国恐怖主义组织的解释。作者还指出，除了上述内容外，中国共产党还实施了高科技压迫制度，以再教育的名义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囚禁在集中营中，许多人遭受酷刑、强迫失踪和强迫劳动。被囚禁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则成为采集生物信息的目标。维吾尔家庭正面临着强迫堕胎，甚至婴儿被杀害等危险。崔朝晖的任务是消除香港教室里他认为有毒的反华偏见。他的士兵主要是父母，他招募了数百名父母，以监督和报道被认为有罪的老师。他们的学生充满了对中国的仇恨，并敦促他们走上街头抗议。崔的警惕行动赢得了香港一些亲北京政界人士的支持。根据警方提供给路透社的数据，去年6月至今年6月之间被捕的9200名抗议者中，约有40%是学生。领导层感到震惊的是，如此之多的年轻香港人对执政的共产党表示了敌意，并表示对复兴的中国抱有敌意。领导层已转向再教育，这是该党经过数十年的灭国国内反对派的一种久经考验的策略，目的是使香港的年轻人成为忠于中国的公民。据报道，在南中海，一艘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未经允许进入马来西亚领海，造成紧张局势。根据亚洲海事与透明度倡议编写的报告，中国海岸警卫队于11月19日停泊了距离马来西亚北部沙捞越州44海里处探清化合物钻机和周围的马来西亚捆绑补给船。该船尽管发出警告，仍未撤离。但据宣布，马来西亚海军向该地区派遣了海军。马来西亚政府在9月发给联合国的宣言中反对中国在南中海的主张。马来西亚外交部长侯赛因曾表示，马中关系很好，但涉及主权时并不会妥协。